罗西亚伫咧3月17要举办总统选举，现任的总统普廷要继续争取连任。伊的竞选办公室嘛宣布，已经收到250万份的人数支持普廷参选，而且佫比2018年迄时阵增加要到100万份。不过，另外一方面，伫咧罗西亚联邦之一的巴什科尔托斯共和国，有一个反对派维权人士，互人判刑爱关4冬，这是引发当地民众上街头示威。 亲自来到竞选总部拜访，俄罗斯总统普廷宣布竞选认证了后，各界预期无对手会当对伊造成威胁。У нас у всех общая задача – укрепление Отечества. И мне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, что в вашем лице я вижу такую мощн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вот этих молодых поколений. 总统大选伫3月17投票。 5个会伫美国华府、纽约甲休斯顿3个驻美使馆设投票站，不过莫斯科当局表示，还未决定今时要伫无优先的欧洲设投票站。俄罗斯选委会已经批准其他3个人代表政党参选，所以无需要收集连署数。普廷是需要至少30万份的连署，伊的竞办伫拜3宣布已经收集到250万份。С 23 декабря мы начали сбор подписей. И за это время, за 26 дней, собрали 2 миллиона 500 тысяч подписей, даже больше. 可能伫这场大选中挑战普廷的反对派人士，毋是已经坐到都是住伫国外。这互伊会当伫今年解办了后，会当阁寻求2个6年的任期，继续掌权到2036年。尤其是5号开选了后，当局对异议人士强烈打压，阁实施严格的反示威法。巴斯科尔托斯地区的法院17伫一场闭门审判中，将一名维权人士以煽动仇恨罪判4年有期徒刑，结果引起当地民众上街示威。Всегда боролся за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, за свой народ, за свою республику, поэтому, иншаллах, еще увидимся. 大批民众无惊到伫摄氏零下20度的低温上街示威，甲电部警察发生冲突。警方发射催泪瓦斯，想要赶离民众。这场示威大约有20人，互警方拘留，双方都有人受伤。公司新闻陈慧婷报道。